你留在我家的东西，我都替你打包好了，放在寄存仓库里。信封里是仓库的钥匙，还有详细的地址。有空的话，过去拿吧。你说有事情跟我交代，就是这个。你和乔金帆是认真的吗？现在和你还有关系吗？我可不可以求你最后一件事情？无论嫁给谁，也别嫁给乔金帆。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来雪和乔金帆的特殊关系，我不希望你帮着他来对付来雪，更不想我们以后成为敌人。我不明白你说的话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乔金帆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是全城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他向你求婚，很明显是为了利用你。你现在还有价值，那以后呢？还有，我的前途就在乔氏，乔金帆是乔继云唯一的儿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如果跟乔金帆走在一起，他会连同公司上下的人一起整治我，那我的前途就毁了。婉晴，你如果对我还有一点真情，你放手吧。就算我求你最后一件事情。莫凌天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来之前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，千万不要让你看不起我。但现在看来，真的没必要了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今天才知道你有多差劲。那个家伙说的没错，我真是笨。乔金帆是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，我自己可以感受。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要嫁给谁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个信封里装的，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花在你这个混蛋身上的心血。不过谢谢你今天的一番话，我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唯唯诺诺，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记得吗？一起去看星星。这几天在金帆他们家，他没有欺负你吧？他都没怎么回家。他好像有一个神秘女友。他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，好像还会偷偷见面。那他还跟你订婚了？没事啊，反正只是个协议嘛。其实他有女朋友，我反倒放心了呢。别看他表面那样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没关系，如果他欺负你的话，我一定揍他。好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？我现在还不想回家，家门口应该还有狗仔队吧？你是想等妈妈消了气之后再回去啊？
都是哥没用。你别这样说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回去的话，哥可以帮你。你不是说一直想开个小店吗？我还有一些积蓄。哥只是不想你为了洗脱他们的罪名而毁了自己的幸福，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乔金帆。你根本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哥一定会保护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和他们欺负的。我呀，还有这个嘛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哥，你听说过一个幸福水晶球的故事吗？就是传说中呢，幸福都装在一个水晶球里面。后来有一天，水晶球掉到了地上，它就碎了。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去抢、去捡那些幸福，有人捡得多，有人捡得少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捡到了全部的幸福。我觉得我也是，在我最危难的时候，有你们站出来保护我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午饭时间也到了，一起去吧，很多帅哥的。我已经订婚了。哎呀，假订婚了，他又不在，你怕什么呢？喂，老虎妞，来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捞到这个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累死我了。你下次失踪的时候能不能打个招呼？公司找你好几次了，很多文件等你签呢。结果呢？我代签了。漂亮。你做事怎么总是这么不分轻重啊？我刚刚送过你礼物的，讲话客气一点。就这个，谁稀罕？多少名媛梦寐以求呢？真是的。乔总，您回来了。奶奶呢？老太太和燕归姐去普陀山烧香拜佛去了，过2天才回来。啊？奶奶说了，要感谢佛祖，终于有人收你了。可没人通知我呀。你潜水啊？谁去水里通知你？哎，对了，把这些东西帮我收拾一下。是。喂，你这身衣服是不是穿了好几天了？啊，你不觉得有股味道吗？创不是给你买了很多衣服吗？你懒成这样不用换啊？我换过了呀，我昨天是 V 领的，今天是圆领的呀。而且他跟我买的款式都差不多。创，你带他去明娇的房间，给他拿几件衣服穿。你让他进明娇房间拿衣服，明娇知道还不发火啊？没事，他生气不是更好吗？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可以哄哄他，不用谢我啦。夏小姐，这边请。怎么样？叹为观止吧？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衣服在仓库。哇，还有很多衣服都没拆吊牌呢。哎，跟你过日子不错啊，省一保姆。我呀，最受不了这种脏乱差的风格。这些香水都是金帆每次出国的时候帮他妹妹买的。他要是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面呢，乔氏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给我1个小时，差不多就可以把这里收拾好。好的，婉清阿姨。滴
工作量太大，所以计算失误了，用了2个半小时才完工。所以乔金帆呢？不知道，跟情人约会去了吧？你是想在这儿待着，还是回他那个公寓去？乔金帆今天晚上会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去伦敦喂鸽子，或者去埃及吃早餐。那我还是回公寓吧，我对那儿比较熟悉。好，那我就下班了，走。你在干嘛？我弄吃的，这是我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是去会情人了吗？我改主意了，想回来看看你。做饭的阿姨呢？放假。那家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。还是拿这个吧，拿这个吧，这个安全。你会做饭吗？必须的，看清楚。微波炉，搞定。你这样弄会吃死你自己的，不如交给我，我来吧。你会？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给你一个大惊喜。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看着你啊。我在做饭的时候最怕别人在旁边看着了。你想对我怎么样？我想去方便，请。啊，果然是有大惊喜啊！以免你下毒，长高。我怕你有传染病。知道为什么你的男人会不要你吗？就因为你这样的态度。唉，还是让乔老师给你指点一下迷津吧。男人呢是主动性的动物，他最不喜欢被人安排。男人就想听一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的那句。没有条件的男人才不会拒绝。外面花花世界为什么要专一？正所谓留作宝书音，追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还有，男人是个视觉型的动物。等你很久了，别动。别动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小燕。耶！干嘛？你以为我想干嘛？非礼我。想得美。早上好，乔总。喂，欢迎各位大哥回家。昨天晚上有蟑螂的时候都去哪儿了？这家里有蟑螂？不可能啊！继续。好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回家可以，把话留下，东西放下。
过来。留什么话？承诺。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了，虽然就是名义的，但是还得要对我负责的。对你负什么责？首先呢，不可以关机，不可以不接电话，不可以不回短信，不可以玩失踪。一天24小时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。一天通话3次，早中晚各1次。哦。还有，不可以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不可以玩暧昧，不可以被媒体拍到亲密动作。如果有人追你，不可以答应，不可以搭理，不可以联系。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还有，心里不能想别的男人，想都不能想。连这个也要管啊？我怕你的演技太差，会露出马脚。无聊。这句不是我想听的。那你想听什么？这句也不是。神经病。男人只想听到的那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到的那一句。好吧，我记不住。别太想我。再见。婉晴去哪儿？回家。能，他让我给你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护肤杀虫剂。哎，上班。